就会怨你的没？这就是半死不活吗？你不敢看啊？你拍他干嘛？为什么不救他？还是要救也救不活，对不对？从今日开始，我会拄紧这个项目一专问题的答案。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唔上唔下的时节，就像达日，日头老日光交飞的一则时间，当正。不过当本人心照，冇唔得日日汹涌的行程渐渐结束。不过没问题，到底团服过后，爱起来。来，这核桃请你吃。根本安部，我是马街，老马认识，也系一条都莫重要嘞。唔想我去杀你，不过有动静，当多年的时间，这个马街都唔系。灰黑心度有爱你吗？去年呢？原来你空定有7年呢。因为，难得。你点那样？呀，冇搞啦！好了，拜拜。
拜。来。该摆酒喝爱后期，做面摆上好咧，嘿么？记翻译么？安总，来注意啊！今天哪有几多号？我认到唔对。今日来神像挂号，生涯救济今日已贴喺度。时间过还急，以为怎年的，哪怕都年不来的。上班失礼哦。 437，437。先生，437叫到你了，在这。抗议来的啊，咁吵。先生，请你干嘛一直抽号码牌？刚教你，你不要。你想要干嘛？身份证拿出来。那我身份证干嘛？你不拿出来的话，我现在可以马上请你出去哦。那我身份证干嘛？麻烦你配合一下，先生。那我身份证干嘛？走开啊！先生，我不要钱可以吗？我不要私人交际可以吗？我1毛钱都不要，可以吗？我不要钱可以吗？先生，有话好说。我不要钱可以吗？我来处理了，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先生，那有看到你未婚妻的新闻？现场有818吗有有。 818。有818。6个吗7个。有人要吃2个。不是，是今天有新人来，经理说请大家吃你的钓鱼烧。我的钱。新人速度没有你快。我昨天是新口味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经理觉得皮太软了，然后艾米说她觉得你那红豆馅可以再甜一点。你呢？你觉得怎么样？都不错。7个不用钱。你知道大家工作1年多，为什么都觉得你很像陌生人吗？因为你都不知道怎么笑。拜拜。
东京碰到你死啦！你有冇啊？我们要被按后生。喂，很多事情都唔系失控呢，像不会吵等等。我要啊！哎怎么干？ I love you. 怎么干啊？ I love you so much. 啊！按后生。其實該賠嘅所有嘅醫藥費，公司都賠了。你講廿尾份期上班嗰間公司，嗰公司嘛，嗰錢都出嚟，唔係嘛我抗議嘅，使乜聽下？但我係唔係抗議？大小店外界啊，唔俾你下嘅。我唔看這東西。看乜東西？我做一隻一種型嘅開一門。太火嘅，伊要較好心啲喂。啊，本來開幕嘅師傅啊，做到較歡喜嘅。那還沒做了師傅啊，買老唔慣。而家絕對做唔熟。怎麼解？誒，唔知人家相片問題出到哪嘛？真係。二老咧，肉老血出體，四個戶外，老三個戶外，三都未窮樣，冇人本嚟出嚟係四戶外，也係三個戶外。哦，我講。啊！誒，你係藝術，你係做嚟攞呢呀？唉。但係正經上愛做掉嘅冇咁樣呀。你們收了哈。想辦法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。唯有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，你才能夠接近更好的人。對，因為更好的人一定選好的。對，你如果不夠好，你怎麼可以一直看到很好的東西？只要你的名是我不成，抛弃你的名字吧。只要你愿意做我的爱人，我就再也不在这家店工作了。
上面没有人。你在这里很久了吗？不好意思啊。找什么？乌鸦庄。什么？乌鸦庄。做什么用的？哦，我是卖鲷鱼烧的，我想要。可是我们这里没有乌鸦霜，有卖鲷鱼烧师傅穿的衣服。我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。来我们这里的人，没有人想跟别人做一样的，就算鸟人装，大家也都会改。不过我想你的衣服应该就是在手上、背上、身体上加一些黑色的羽毛，然后再戴一个鸟嘴头套，应该就可以了。谁要穿的？我。你？哦。这件可以吗？可以试穿吗？当然。试试看。不好意思啊，在那边。衣服放里面就可以了。好。你要租多久啊？我想加个赖，帮我打个卡吧。好了。没有卖吗？你要买的啊？可是这件已经很多人穿过了。如果你要买的话，我们店是不可以退货的。没关系，我确定。确定？是那位卖鸟人装给你的店。哎，我帮你放储藏室。这样不是，不用。我有跟老板说了。以前不是你哦，以前是我爸找工人送的。我们要补做一套鸟人装。那楼下还有2包，这个帮你拿。好，谢谢，麻烦你。你有没有看楼上那个男的啊？已读不回。喂。你有冇嫌黐啊？好嘛，嘅做老有興趣，冇興趣嚴強下好嘛？回来。错了吗？现在都这么直接哦。哎，谢谢。OK。不好意思。
我就要帮你放。对，帮我放这边行了，谢谢。OK， 好。你是不是要收据啊？是对。我今天忘记带了。哦。还是说就是我下次再跟钱一起给你？那我们先加个 line。哎，走了。那个不好意思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还是把钱给你好了。没关系啊，都已经留 line 了。真的，因为都已经老客户来说这种话。没有，因为大家工作都很辛苦。这没关系啊。嗨。嗨。你屌说是哦。你有读书是安诺诶。那就这样。看什么东西啊你？他听得懂客家话了。天哪，怎么那么巧？你很笨呢。我和说那样。说你老不老怎样？烦呢。你这样没多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你不是也喜欢老的啊？不是，年纪大。他就这里哦。不然送你就是送这里啊。还是我们3个一起啊？一起什么？一起去唱耳洞。为什么他不喊歌？
中医，你记忆无？像迄年头的，上回是讲的吗？药用不该我吃。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试试看啊，就只会坐着等。真的以为我睡着了。我又不是他。我是。你有没有想到外卖钓鱼烧啊？来调摆去电子公司做年饭，做钓鱼烧咩唔晓得，办这个好。我讲人业盆泡，嘿，做神父哦，就会起戳戳的，用什么才会食？也就会讲，爱皮要蔬菜，才好活。很怀念，什么眼神嗰種嘅温度哦。怀念，怀念吗？你唔會懷念冇？啊？冇生，唔夠有新嘅女朋友啊？真好啦，该最好啦。好嘛该。还没说当我一个什么，等下寻到佢的时间，去做手。搞贴了。迄家庭又好了，拖到几个人啊，听说最有福气，伊迄真好嘅一个什么？
还差不多几个时间。伊发生意外死的。唔咩，我條假盲片眼做啲衣服做啲買毛，唔確應該櫃推埋下來嘅，推埋下來嘅。这男的是吗？是什么？推什么啊？读出来啊！你這麼關心幹嘛？自己還不加人家的賴？加人家赖，还人家嘞？怎样？你喜欢他？怎麼樣？我喜歡人家不可以啊？我自己回應。是，請問你是不是想知道什麼呀？是啊。幹嘛？我回。我帮你跟他讲。錯。周地佬嚟講，買一個鳥人裝，真係愛買釣魚手嘅，行開參加嗰種會啊。唔係，愛上咩係？庄宝哥暗暗地知道，庄宝哥暗暗地知道。很无聊。屁呀！因為唔中唔係，我去參加嗰種會經驗。嘅我係莊寶哥，嘅我係莊寶哥。穷 gay。你这样穷哎、你穷给你这样穷哎、你穷啊！你自己看他回量啊。不会你看啦，我自己。你看他讲的东西像不像 gay？ 给走开啊！不吵，嘘，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？穷冇穷啊？真嘅，外邊做烏鴉戲咩樣子啊？沒，什麼烏鴉燒。我想發明一種新的甜點。讓佢啲咩？乌鸦烧是什么？我哪知啊？我同錯咧，根本你唔對一隻門進來。
做嘛该？唔捌他倒来唔错哦，你有空呢？哎，你这么急要不然你先送啊，不然你先上去送啊。我要跟在你后面。确定？我不送啊。谢谢。眼看唔伫，想要送苏一文，赶快做假面茶。你也喜欢养鱼啊？哦。喂，人家喜不喜欢鱼关你屁事啊！起来啦！哦。谢谢啊。来呀。拜拜。请你。我不是坏人啊，是你自己在找我的。吃吧，要不然拿回去给你爸爸妈妈吃。我是在测试一件事。我们老师说，人都会向着光亮的地方走，对吗？所以嘞，所以在测试你会不会跟我走？你要是对别人这样做的话，你应该会被打哦。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会老实告诉我真心话吗？
说。伊老爱讲，其实无久的咧，其天公日互相搁留暗暝乡下细神咧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长超慢的，我到国生才开始长。那声音呢？就很细啊，像女生那样。那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差这么多。快回家了。不要，这可危险。我不要。哎，不要乱动！给我。那是什么？我告诉你个秘密哦。我想要变成乌鸦。你帮我拿那个过来。你好变态哦！你想变成死乌鸦哦？那接下来，我这边很快就会有了。不要笑了。那接下来，我这边也会有吗？你的秘密是不是担心有人死掉了？我常常担心我爸爸是不是已经死掉了，我是不是长大了也没机会见到他。所以你现在就在长大。哪有那么快？长大也不就全身都有毛，像你这样很恶心哎。怎么会恶心？你最恶心。才恶心！世界上最恶心就是你。你一根毛都没有。我没有毛，你有毛。滚！你要保护我不怕。不要是。你怕不自己像女生？怕，你怕自己是毛怪。你怕自己像女生？你怕自己像恶心大毛怪。你怕半死不活？你怕死？你是死乌鸦。我怕半死不活。你怕死？你是死乌鸦。我怕死。你怕半死不活？你怕死？你是死乌鸦。你怕半死不活？你怕死？你是死乌鸦。你怕半死不活？你怕死？你是死乌鸦。我怕半死。
还好吗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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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吗？我到了，你送我到这边就好。苏好诶，干嘛这样看我？我都在这里啊。唔知，唔做乜过来险无？唔係迄無間過，係迄來騙嘅，係迄來照顧嘅。让我学会要躲事。我们来做红豆好不好？
都是这样喂小鸟的。对呀。我看，干嘛？给我看。会拿到。我要看。大平，过起来。听讲你早去买过。你骗人！给我！拜托了。错了，你怎么该对我处理？当初会倒的，用个啥？确定的事情，莫凊彩讲。我很确定。因为确定。这里告诉我的，你知道吗？鸟可以飞，是因为骨头是空的。如果骨头装满东西，就飞不起来。该注意下。该注意下。迄讲该安部，我无知道，迄毋迄会较好，也迄我会做着会知道。结果，迄毋迄会无强用。
想吗？想什么？回公司啊。你不回去，现在都没有人跟我说话。怎么会？他不打算离婚，还要我假日陪他加班。带我去吃。都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好难吃。俺有欠万年么？迄讲生命，手伫根本日结束嘞。俺设定唔到伫个当中，亏欠过万年么？你是 gay 吗？你知道我是吗？
高安觉是喜欢你吗？还是你无理惹别人？你有啥东西？你会来？俺有新的有海种嘞，我给你看一看嘛。有没有在收拾？哦，牙医牙不卡？你吃了？还这很专业。哦。俺现在终于之后了。终于，你刚刚什么去了？安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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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你送我干？好啊，你送我去干？做得上，用好啊。我係無奈何嘅 sell。我帮我知道。等一下会死啊！你喜欢等啊？等 OK 啊，只是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。害怕的是不知道，其实结局已经来了。最恐怖的是，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一天原来就是你跟那一个人的最后一天，这才是最恐怖的。
种悲伤，紧顶我的身方烧起来。这就是半死不活吗？你不敢看啊？你拍他干嘛？为什么不救他？还是要救也救不活？反押吗？你唔会反押嘛？迄没看出也心肝肚好多迄嘛？身体迄骗唔到人的哦。害怕是不知道，其实结局已经来了。最恐怖的是，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一天原来就是你跟那一个人的最后一天，这才是最恐怖的。为什么喜欢照片中的女人？佢比我聪明，没比我低，用人好年相处，佢懂善良，佢愛愛，比我愛佢較多。你很自私。我係，那你爱他就好，干嘛跟我一起？興趣過來，我不一定要留在这里。我冇強迫留啲嘢，是你把自己困在这里。冇事情，唔是唔做。那个门为什么要锁起来？冇東西，冇痛。不要碰什么？他根本就已经死了，不是吗？
你都去哪里了？你没有上班，晚上又不知道在哪。我都一个人。走到这里，不能出去。怎么改？就是不能出去。如果出去的话，我一定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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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会惹你生气。
拔门哦！哎，干安好福气哦，迄安幸福哦。迄讲拔门，拄含做个名道记，甲同好啊。啊，你讲起迄贵个无？哎呦，唔免啦。今日每份钱都含送啊，其含送表示唔看到的唔迄贵啦。做得较正经着的无？唉，该两事，我动画这个细妹尸体以后，我从来唔是把门摸到记。你讲做咧看到记，就算记迄鬼，我也想要看到记。鬼唔一定人强啦，定人强的迄人啦，迄人。他是不是被压扁了好多次？死了好几次，对吗？我想可以去站门。
不是他。我不是他。是人，还活着的人。我走出来了，是不是就可以回家？你跟我说话好不好？我是真的，
这里好痛啊！最离开，whisky。可以，不可以爱上我。如果你爱上我，你会真的忘记心里。会忘记。你就是我，你就是你，我就只是你就是你，会忘记。我好累哦。阿弟。270号，请到6号柜台办理，谢谢。请问你是？请问一下，唐先生在？哦，他走了。你问谁？唐先生。他就这样走了，吭也没吭一声。谢谢。大家加油！
嗨，你今天穿这样是？ Angie 在吗？你要找 Angie 啊？Angie 她没做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穿这个也太豪华了吧！这你自己做的吗？不是，天哪，朋友该不会是自己打版的吧？朋友帮我做超的。强的耶！哇塞，哎，很厉害哎！聚会要你的没？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有没有事啊？没事，对不起，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？不用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喂，喂，嘿，嘿，你好，我是那个周星杰的家属，对，星杰他现在还好吗？你刚刚看过是不是？那个是多久以前？可以吗？麻烦你现在帮我去看一下吗？对，拜托你，现在好不好？对，现在，对，我电话不挂，我等你，我在这边等你，好。喂，喂。喂，对，我是周星杰，什么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啊？他活着。对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没事就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
嗯。